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民调时间定在3月5号至7号，各阵营也赶在民调进前全力冲刺。参选人黄伟哲下晡在现任医药界工会表态小挺之下，营造出大团结胜选的气势。医药界大团结，医药界大团结，相挺正派黄伟哲，相挺正派。除了参选人黄伟哲伫担任医师工会理事长、药师工会理事长以及长照发展协会理事长等医药界人士陪同，主要要营造医药界大团结气势。主要嘛是现任工会这成员不愿意看见初选过程恶斗，所以选择伫初选最后几天出面表态小挺黄伟哲。其实我们工会里面有很多医生或者各个工会都有自己特定支持的人选。那这回为什么在这最后关头选出来表态要支持我们黄立伟，是因为也是刚刚讲了，大家看到说同党同志之间为了这个初选已经攻击到刀刀见骨了啊，我也觉得这样子对将来的整合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比照我们当年小英总统在选的时候，还有赖市长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这个20大医事团体的理事长，大家一起站出来表态来支持我们黄伟哲黄立伟，因为他就是这么多优秀立委候选人里面，对我们医疗问题最深入、最用心的啊，也因为这样，我们期许说他可以延续我们赖市长的医疗政策，让它发扬光大，不要有断层的现象。谢谢。愈接近初选民调会当得到医药界工会支持，黄伟哲真正感觉做甘心，除了强调会建立完善的医疗网加长期照顾服务，来替民众健康把关。至于面对初选过程的风风雨雨，嘛希望团结整合。我们觉得，其实以过去的历史来看，就是说选前打得越严，虽然民进党的传统是选前大家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选后就就能够定于一中，而且事实上选后就能够大团结。但是如果选前大家弄得太过撕裂，我觉得其实这将来都增加整个的困难。尤其大家看到2008年那个时候的总统选战，以及2012年那个时候台南的归仁区归仁南关县那个地方的立委选战，到最后就2个人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虽然各组参选人都有医药界后援会，不过嘛希望拼出大团结气势。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一位参选人陈廷辉下晡也伫多位现任议员、甲议员参选人的小挺之下，做伙发表11个选举区的未来蓝图，强调将会用行动来实现。新台南新市长陈廷飞34567，台南起飞34567，台南起飞。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伫多位现任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的支持之下，做伙画出口号，强调伊已经准备好啊。对着11选举区也拢有规划未来的蓝图，并拍出34567台南起飞的口号，强调无论是科技、农产、观光、文化、交通，以及老人甲囡仔的福利，拢有一套政策规划。只有准备好的陈廷飞。有整个规划蓝图的陈廷飞，要创新台南、改变台南的陈廷飞，才是我们所有台南市民最佳的选择。而且我们也要拜托大家，能够让陈廷飞一个机会，让台南家己的查某囝顾台南这个家，因为查囝上顾家，台南的查囝会当用疼心、大心、甲爱心，用无同款的角度，行遍每一个所在。行遍37区，所以伫遮要拜托所有乡亲，3月初5到3月初7暗时6点到10点，拜托唯一支持台南自己的女儿，最正派、最青年、
最清清白白的陈廷飞。陈廷飞强调，针对伊规划的政策蓝图，未来拢会当接受市民的检验，希望乡亲会当互台南家己的照镜机会，用电话民调来支持。但是本张山林根采访报道。面对最近抢买卫生纸的热潮，议会国民党团上午邀请小保官召开记者会，要求爱转民生的普查，深受业者调故意囤货，造成民众买无卫生纸。另外，议员也批评各项民生物资一直起价，不过薪水却无对得起，互民众是愈来愈歹过生活。最近真热门的民生议题，就是卫生纸将要起价。国民党多位议员昨日也分别到各大卖场、甲超市实际查看，发现真侪所在卫生纸拢已经抢了了。经指出，有网友到超市买一包109块的卫生纸，但结销时却是188块。经过店员解说，是未来起价金额，议员估算等于是起了7成，甲政府所讲的3成是差了几啊倍，实在太过离谱。政府到底在干什么？一直到今天，徐国勇出来说，卫生纸货量很充足，可是到底它的源头是在卫生纸够不够，还是万物齐涨，民不聊生？大家吓到了。虽然政府表示3月中才会起价，但已经引起消费者惊吓。现在拢赶咧囤卫生纸，议员认为地方政府应该赶紧去查看会员是毋是有冲击，以及业者敢有为着利润故意趁这个时阵囤货。如果说我们全省、我们全国的那个卫生纸的货源是充足的，那为什么在架上会找不到卫生纸可以买？这是不是业者或是经销商他们有意囤积，然后等了以后涨价之后才拿出来，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一个供需失衡的一个状况。廉市小保官回应，昨日已经到各大卖场进行稽查，但经过查访，发现业者并无囤货的行为，消费者会买不到卫生纸，主要是因为商品一上架就马上被买了，所以才会造成买无卫生纸的情形。就台南市稽查的一个状况，目前其实是因为民众他对卫生纸的抢购，导致各大卖场它铺货出来之后就被抢购一空，包括好事多，它到货全数都放在卖场上，15分钟之后就没有货了。那我们也进到他们的仓库，确实是没有，就是说囤积卫生纸的这个状况，是大卖场的部分。那跟业者咨询的结果，他们的表示是，只要就是说那个卫生纸厂商一到货，他们都全数是铺货到卖场。那目前查的结果也是这样。小保官表示，针对卫生纸起价甲会员供应，将会进行全面性的普查。你若是发现有囤货的情形，或者是联合起价等等的现象，将有相关的法令会当处理。但是，本山林根采访报道。中石化公司甲电农因为土地问题爆发争议。大减安顺厂上边的土地，当年除了建立厂区以外，也做互电农种田或者是做鱼温啊。不过却因为375左右的历史因素引起纠纷。上午议员桂清华邀请多位农渔民甲地政单位做伙召开会议，要求保障权益。台建安顺厂上边的海埔新生地，原本是当地居民围困来的，不过日本时期被占领。后来接受土地的国民政府，为了优惠农民，实施375减租，保障电农的新租权甲建筑权。不过当年租约拢是由地主甲电农口头约定，并无白纸黑字的合约。这项缺失伫土地所有权人中石化民营了后出现问题。对此，议员桂清华甲台南市渔权会邀集到多位农渔民甲地政单位做伙召开会议，要求保障因的权益。中石化的土地咧，这过去咧是拢这渔民的先人开垦而来所以咧过去经过是咱的这个台盐顺厂甲尾手民营化转落去
伫中石化这间公司咧，中石化咧伊即个会当讲咧无去顾全着这渔民的权益即马咧就是甲渔民咧咧争取着因公司的利益，争取即个夺走渔民的权利安尼，所以咧即个阮和魏哲咧两个拢真关心即个代志渔民咧因嘛有进一步的行动。多位农渔民原本有计要到市府进行抗议，但因为市府地政局主笔亲自出席会议，互因感觉市府有诚意要帮忙解决问题，所以暂时无抗议的动作。同时也希望未来新上任的市长会当替渔民来争取权益。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南区大成路为去年开始，因为进行自来水工程，不断的挖路搁再补，短短1.3公里的道路补甲哩哩啦啦，而且大成路明明已经被纳入路边专案当中，应该伫过年前整顿完成，但是拖到即马，农业的动工，造成民众抱怨连连。市员林美燕甲南区民治里、理财里、湖南里、田寮里这4个里的里长一同来到这条南区重要的道路大成路上，会同着干务局的主任秘书观看这条大成路道路状况破破烂烂的情形，甚至有的路面悬架差已经相当的明显，对用路人来讲，会当讲非常危险。过年之前，里长跟我们都一直在反映，是不是在过年前能够有一块平坦的道路，让所有的市民能够来就是来行走。那结果市政府讲说应该是可以，但是农历年过了，我们看到了还是一样满目疮痍的道路。那我们发现跟市政府反映说，这块道路已经有花苞，但是流标4次，到现在连最基本的花苞工程都没有做，这个动作都还没有完成。我们怕的是说，你的流标工程一直延宕，一直没有办法完成的情况之下，这个道路也危险性真的非常的高。那我们希望这市府赶快要针对问题，为什么会流标4次？流标4次呢？为什么是流标？赶快去面对问题，赶快去做处理，赶快把这个道路能够重铺，让一个新的安全回归给台南市所有市民。原本有计伫咧农历过年要重新铺平大成路，因为一再流标，到即马一点动作都无。伫咧议员林美燕的强烈要求之下，干务局的承诺会伫咧3月份积极来完成发包，希望4月份就当将这条大成路变甲安全又搁平。咱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2月9号开始，台南市阁加了一个艺术电影戏院，也就是金城美剧院。上港市长李梦燕应邀前往参访，除了对着中影投资活化台南表达感佩，嘛邀请市民来遮体验无同款的好电影甲气氛。现在位伫西门路大菜市斜对面的台南金城美戏院，就是进前延平戏院，嘛是当年同款请影原点百岁。后来随着商圈没落，一直拍远。不过现在中影投资以后，伫2月9号已经正式开幕。上港市长李梦燕伫新闻处长柯淑芬等人陪同，嘛亲自到场参访。
对着充满台南怀古风味的布置，就亲像回到古早情景同款，加上播送无同款的艺术电影戏，会当投资台南，嘛一落来感受一下。这机会鼓励对文化事业有兴趣的企业，拢加码投资活化台南。我们今天来到真善美戏院哈，那来这边来参访，那主要有2个特别的部分哈，一个是要感谢真善美戏院来台南投资，好，那另外也因为他们的投资设这样的戏院，把这个延平大楼哈，这个大楼已经闲置很久的一个旧的空间，再重新来活化，那我们也希望让透过这样让有更多台南有更多还有这样的一个大楼的状况也能够被改善。被活化起来。中央对北部设立真善美戏以后，定位就做清楚，是报上不是美国好有的商业片，而是法国、印度等海外非主流却是优质、备受欢迎的电影，要行无同款的市场。我们在电影院其实来讲，我们就跟台北的真善美一样，我们播的就不是好莱坞那种，就是那种英雄主义啦，那种商业打那种给年轻那种。比较没有内容的，就是英雄主义的电影。我们这里的定位就是，其实有偏向，就是说，像法国啦、欧洲啦那些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电影，譬如说得奖的坎城影展啊、柏林影展啊，或者是金球奖这些电影，像我们现在要上映的都是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独立制片的电影，比较有深度跟内涵的电影。当然，中央面对市场持续鼓励文化事业来台南投资意思，嘛答应伫台北5月影艺学院的课程开课稳定以后，有机会刷来台南举办。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目前全台湾各地方法院拢着小招募一般民众来担任国民法官，同时试办审判的模拟法庭。咱台南地方法院上午嘛将市府随机抽出的1000位民众的初选名册交予法院。法院表示，日后若有接到通知书的民众，都有机会甲法官做伙审判。台南地方法院将伫6月底举办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模拟活动。日前，市府民政局对符合资格市民当中，随机抽出1000位初选的名册，上午正式交予台南法院。后续法院嘛将伫3月底，搁再抽300名寄发通知书。对此，法院为了避免民众认为是诈骗，所以上午公开呼吁被抽到人爱把甲法官做伙审判机会，而且最后8位被选出来国民法官，也有4000块的出席费。台南地方法院将在今年6月举办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模拟法庭的活动，希望台南市民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后，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这一次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模拟法庭的活动。在6月28号来参与选任的国民，可以领取500块的出席费。经选任为国民法官者，在6月28号、29号全程参与的民众可以领到4000元的出席费。如果民众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认为这是诈骗集团，可以随时打电话来法院询问。当然，若被抽到民众因为无闲，或是身体因素等状况，无法度出席，麦当回函拒绝。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华邮政长期关心老大人，上午发起不老运动活动，现场邀请将近200位的长辈参加。而且北区卫生所也伫现场提供专业的医疗咨询，阁有骨科医师针对关节的保养进行演讲，希望让老大人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台南邮局上午利用着6楼礼堂空间，举办着不老运动、银发健康100%的活动。邀请到将近200名的长者前来参与。活动首先由着林德区大家国小国乐团演奏着侪好听的歌曲，并且帮长者针对用药啊、饮食做专业的咨询，也帮着长者量血糖、血压、甲骨质的密度等等，要来帮因保健康。台南邮局来办这个不老运动，因话就落后
100%，希望讲吼，咱这银发族会当多走出来吼，来户外吼，来参加各种活动。啊，今日阮的活动有迄个咱北区卫生所有10几个迄种医术人员会来甲咱做服务，血糖检测啦、血压啦，啊医学常识，还阁有咱有请迄个高雄人民医院台南分院的陈院长。来讲如何保护迄个骨骼甲膝盖，啊，搁咱有咱台南市的迄种迄个视盲福利协会吼，有6个按摩师要咱做免费的按摩服务吼，啊，搁我们的仁德大甲国小的国乐演奏吼，各方面吼，希望咱这迄银发族长者吼，今仔会当过快乐一天。中华邮政配合政府长期照护政策来达到长者健康的理念，这届借由不老运动引发健康100%活动，希望让台湾的长者会当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咱新闻网1号张伟忠采访报道。正统罗里门新宝庙每一档的元宵节，拢会举办迎春牛系列活动，来传承府城文化。近年来更加融合地方的特色。互迎春牛活动，一档比一档更加盛大闹热。正统罗里门新宝庙依照往年的传统，将会伫咧农历正月15，也就是元宵节举办着迎春牛的系列活动。当天对透早开始，都有济好好音乐表演，下午由电音三太子、宋江镇等等精彩活动来进行。其中庙方特别针对着要欣赏风炮的民众。邀请专业的消防人员进行规身躯装备的详细示范，希望大家来行春看烟火，嘛要注意安全。裤子建议穿直牛仔裤，上衣的部分后环还有拉链要拉到确实，脖子的部分用大毛巾防护好。那防护呢，将脖子后背的部分。给防护好。正月15，就是咱的新历3月初2，咱按10點开始，咱就有艺文的表演，陆陆续续到6點的时阵，咱有万人提灯迎春牛游行。咱6點半，6點半，咱广场也有咱内门上江镇的表演。到8點，咱就编春牛，来抢春牛。8點25分，咱的开幕炮。就开始来释放，开幕炮释放好的时阵，咱阁有南门的风炮，陆陆续续拢会安尼做伙来甲释放了。南门的风炮释放完的时阵，咱有30分钟的国际烟火，第一波国际烟火30分连续释放，来释放完，咱阁有南门的风炮，就拢连续来释放。这南门的风炮佮释放完的时阵。咱后壁阁有30分的国际烟火秀，嘛是陆陆续续拢会来释放。所以咱正月15，按透早10點到暗时11點，咱新宝庙拢无冷场哦。希望咱所有的先贤大德一定爱来台南正统罗里门新宝庙。诸位伫咧现场也亲自去望春牛，并且一一介绍春牛每一个部位所代表的吉祥话，同时也亲自来过7座平安桥，并将7座平安桥奉香化吉的相关意义详细来说明。正统罗里门新宝庙迎春活动，伫咧采访的现场也当看到国外朋友前来体验，可见伫咧国际上已经相当知名。这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咱台南争取公赢。咱新闻网1号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3度，落雨的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